再来看社会救助法已经14档无修法了，针对低收入户和弱势补助标准定定拢有争议。卫生福利部伫4月份提出修正草案，也毋过针对修正条文，各界嘛是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。有一寡民间团体组成社会救助法的修法联盟，今仔伊嘛呼吁政府得爱参考民间团体、有专家学者的意见。修法没决心，生活不安心。这些民间团体拜三出面批评卫福部4月公布的社会救助法修正草案无诚意。社会救助法主要是帮助低收入户甲中低收入户，民团针对修正草案来全面体检，因指出内底也有真侪争议条文，其中虚基所得抑个保留无提调上诉人死亡。民团批评，只要民众有工作能力，政府拢以基本工资来算虚基所得，才会出现有9成的家有无低收入户身份的情形。在街上超过90%的无家者，他们的收入都会被福报到22000元上。这边想问卫福部，赚不到基本工资的无家者，就活该被卡在救助制度外吗？如果他赚得到这么多钱的话，他还会需要社会救助吗？民团另外指出，有的人可能因为爱照顾亲人身体各样，也是失业等等，兼职的月级可能无1万，所以政府以虚基所得的名义当作2万元来算。民团批评这完全无合理。另外，认定低收入户的部分，虽然草案有放零，互申请者无需要实际住伫户籍住址，不过要是爱有大的厝，民团认为这个要求嘛真无合现实。因为在低收入户审查的过程当中，他们社工需要有个实地访查的动作，就是我要到你家里去家访。然后确定你家里的状况是怎么样。那以台北市来讲，现在的无家者都因为没有家，直接就被排除了申请资格，那非常的吊诡。就是说，这些人是穷到连租房子都租不起，但是他们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取得这个资格的。面对卫福部即届提出的修正草案，争议条文也遮尔多，现场10个民间团体表示失望，因呼吁政府应当提开目睭，认真看待弱势人民的需求。卫福部是回应讲，修正草案有过期间，已经有26个机关团体提供意见，社会救助法修法联盟的诉求因嘛会研究，政府会继续和各界沟通，目前修法的内容也未定案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